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特别来给大家讲笑话。如果啊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啉一杯咖啡，会互你更较有精神哦。饮到咖啡，会互你更较有精神哦。上网课的时候，来，各位同学，为着要保护恁的目睭，所以咱提早下课哦。明明就是家己想要提早下课。この味は嘘をついてる味だぜ。一场疫情改变了妈妈煮起来的能力，提升100%，化休的能力提升90%，网课的能力提升80%，创意能力提升75%，大饼扫的能力提升65%，伫网络摄片的能力提升100%，搭家己装甲水水的能力降低90%，趁钱的能力降低70%，生命力剩50%。咱住伫高雄的乡亲拢知影，高雄市有10条道路，分别是1心2性3岛4位5福6合7县8德9路10全。安尼文雅搁好听的路名，毋是逐位拢有呢。真侪城市拢用1家、2家、3家、4家，煞无啊都看到伊号名的文化。啊，这是送号的，真正是爱甲扑甲声鼓励。这10条路要号安尼，是有伊的道理的哦。伫遐我分享互大家知：1心语出书经，有神3000为1心，处万象1心之意。2性是文性孔子，甲武性关公。3道语出曾子，书圣人父，书圣人修，书圣人道难子。后以道父、道修、道难子为3道，4位语出关子，礼义廉耻国之4维，4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5号语出书经洪范1。越修2越富，3越空灵，4越有好德，5越可将命。6合语出曾子济无论，6合之外圣人存疑不论，6合之内圣人论疑不疑。7贤为尽的7位文字，斯文吟唱有义亲交，4清德纳7贤，8德孙中山归纳传统，提出的8个德目：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。9儒语出书经小雅，如山如虎，如公如赢，如川如日，如月如南山，如清白。十全语出周礼，之十全十美。安尼恁敢有了解？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是影片，请分享一个，顺刷订来看。有天不每不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注意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，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，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。領域展開。